Hello，大家好，今日我哋又一齊睇戲啦。今日呢一套嘅賀歲片算係我自己覺得今年3套賀歲片入邊算排喺中間不過不失嘅一套賀歲片啦，有驚喜亦未至於中伏嘅一套電影啦。喂，攬定你哋嘅零食，斟定你哋嘅汽水，準備好未？我哋又一齊睇戲啦！歡迎你哋返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又係我唔係姓陳，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喂，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任性嘅，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中意嘅電影，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例如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等嘅電影，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喂，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不如嗱聲俾個 like，再撳埋個 subscribe。記得響埋個鐘仔，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更加唔介意嘅話，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如果咁唔好彩，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撳翻上一頁離開得㗎啦，唔使屌㗎。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你隨便屌啦，唔怕你係 hater，最怕你係一個鳩噏爬啫。嗱，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咁就萬無一失啦。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㗎啦。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好，事不宜遲啦，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今日就係同大家一齊睇由王晶導演、葉念琛導演一齊執導嘅《麻雀女王追男仔》。王晶同葉念琛兩個都曾經執導過好多嘅賀歲電影。中意唱歌，唱首嚟聽下。由這1分鐘開始計起，春風秋雨間，限你對我判說真心談。俾啲掌聲自己。多謝導演。我見佢要相信呢個人係一個好高風險嘅投資。我同你一齊咁耐，其實係一場投資。我問你啊，你答我啊！笑能跌芳心，笑可以令你上進發財結婚，廢柴可以變黃金。芝芝，叫佢做咩啫？教水俾你沖涼啊嘛。瞓咗啦人哋。少爺有乜吩咐啊？硬係失驚無神咁你真係。少奶，佢話我失驚無神喎。呢間屋啲人個個都失驚無神嘅咧。我以為淨係你先知失驚無神啫嘅。但係兩個人冇賀歲片電影一段時間之後啦，今年兩個人一齊擔任監製同埋導演，合導《麻雀女王追男仔》為題材，並且嘗試結合麻雀同埋追女仔兩位導演各自擅長嘅內容，期望可以吸引到觀眾嘅目光。《麻雀女王追男仔》嘅故事係講述由許紹雄飾演嘅龍捲風有三女一子，分別就係由高海寧飾演嘅小東、Dada 陳正飾演嘅小南、郭佩文飾演嘅小西、文佐康飾演嘅小北。大家姐小東係連續5年晉身最佳業績嘅百萬餘卓級經理，但係外表事業女王嘅小東就係一個天生麻雀狂，但係偏偏就戀上咗科學家由馬國明飾演嘅馬壯。馬壯對小東情深一往，但係馬壯呢一世人最憎人哋嘅打麻雀。為咗唔令愛郎失望，小東竭力隱藏自己係麻雀狂嘅真相。公司咧就致力研究一啲改變人類未來、造福社會嘅偉大發明。好犀利啊！你唔打麻雀噃？我至憎打麻雀㗎啦！我聽到麻雀聲咧，我就會全身毛管動啦，我呼吸困難啦，哇嚴重起上嚟啦 ，M 都唔到㗎。二妹小南攻讀戲劇，畢業之後做唔到演員，就喺片場擔任親密指導員，遇上咗躁狂影帝由陳家樂飾演嘅千紅哥。兩個人對戲劇追求南轅北轍，但兩個火星撞地球嘅人，偏偏喺相處嘅過程之間，由歡喜冤家變成擦出愛火花。有影帝睇得起我，佢教我啊，做戲最緊要大聲，情緒到又一路直踩，掃啊！三妹小西一日竟然俾小北嘅老闆由李尚正飾演嘅胸圍闖太子嘅林宇雲落力追求，以為大團圓結局之際啦，點知真相峰迴路轉。自我介紹先，嗱呢度我卡片，今晚股票收市之前，我身家大約係18億。多謝你照顧我細佬喎。除咗照顧你細佬之外，我可以照顧埋你。
你中意猩猩啫嘛，去動物園睇咯，使乜喺屋企養隻猩猩啊？小西同雨雲相愛背後，其實都暗藏咗個驚天秘密。就係佢夢中情人。我只係佢夢中情人。三對男女情場上各有各精彩，最後點樣收科呢？就要一齊入去睇下呢一套《麻雀女王追男仔》啦。《麻雀女王追男仔》相比起近年嚟嘅賀歲電影嚟講呢，佢明顯係屬於傳統嘅賀歲喜劇類型。喺將近100分鐘嘅電影入邊呢，電影以大量嘅演員同埋笑料嚟取悅觀眾，而演員嘅演出亦都因應種類以瘋狂為主導。當中亦都不乏將大量時下話題甚至受歡迎嘅電影人物放入去電影入邊。對部分嘅觀眾嚟講呢，可能係有啲嘅堆砌，但係觀乎觀眾嘅反應，部分嘅笑料亦都睇起來亦都有即時嘅喜劇效果。就例如安德尊飾演要去唱記憶棉嘅百萬歌，唔使講都知道模仿緊邊個啦。佢所模仿嘅對象呢，絕對係象真度非常之高嘅，亦都係今次電影裏邊驚喜嘅所在。而電影名都講到追男仔啦，當然有愛情嘅部分啦。而電影嘅愛情部分呢，就比較有葉念琛嘅影子啦。而葉念琛喺電影入邊呢，都有唔少嘅自嘲，從一啲關乎感情對白到佢嘅暱稱，亦都算係葉念琛對自己過去系列電影嘅一啲嘅總結。當中有一啲嘅選角亦都有佢嘅作用所在。而至於愛情場面呢，畢竟今次呢一套係瘋狂喜劇類型，效果比愛情重要，所以描述關係嘅氣氛就被攤薄咗好多啦。而最緊要講到演員嗰方面呢，由於電影裏邊嘅人物非常之多，所以每個人嘅戲份呢其實唔多嘅。當中高鈴同埋馬國明都係電影嘅稀客，喺劇本上面已經減少咗2個人喜劇嘅演出。當中高鈴嘅演出都 OK 嘅，至於馬國明呢，就好似演劇情片多啲啦。我公司咧就致力研究一啲改變人類未來、造福社會嘅偉大發明。好犀利啊！你唔打麻雀個？我至憎打麻雀㗎啦。相比之下，Dada 同埋陳家樂呢一對其實係有較強嘅喜感。當中陳家樂同埋 Dada 過去成日都俾人認為佢哋嘅演出非常之過火，反而係今次呢一套電影裏邊呢就非常之適合啦。阻人哋搏嘢，死咗會俾人燒春袋㗎。Oh sorry，轉翻英文台。Don't remember you disturb me fucking your spring pocket will be barbecued。有影帝睇得起我，佢教我啊，做戲最緊要大聲，情緒到又一路直踩。So 啊！而至於李尚正嘅演出呢，都算係相當之落力，亦都同時帶起埋香城影畫一姐張錦霞阿霞。我自己呢，就覺得阿霞呢係成套電影嘅 MVP。的確佢嘅表現係有別於平時佢喺香城影畫嘅演出，但相比之下呢，新演員阿 Son 喺片入邊嘅發揮空間就唔多啦。電影呢都有住大量嘅配角演出，當中 Ben 史雄同埋阿 Bob 明顯就係靠外形嚟做賣點。喂，九龍城寨村嘅村長龍捲風，我係條咧順七。反而麥玲玲嘅擺位有啲意想唔到。我係麥玲玲，大家今年一定行大運。而陳湛文、楊思敏反而更加似樣，但係相比之下，由台灣邀請而嚟嘅林湘，實在睇唔到佢有啲咩作用。我係台灣嚟嘅啦啦地林湘喺度，我都知道啦，可能大部分嘅觀眾見到王晶、葉念琛呢2個大名咧，都一定係打退堂鼓，未必會入場噶啦。做咩啫？你哋打退堂鼓啊！但係《麻雀女王追男仔》觀乎類型，其實係一部相當標準嘅群星演出瘋狂喜劇類型。電影喺劇本上面嘗試提供唔同類型嘅密集笑料，令到觀眾發笑，咁種效果都各有不同，但係仍然有意想唔到嘅地方。而至於演員表現方面，Dada 同埋陳家樂佢哋呢一 pair 嘅效果非常之好，而李尚正嘅演出更加係主要主角嘅亮點。總結嚟講，《麻雀女王追男仔》內容非常之誇張，呢個係一定㗎啦，令人覺得黐線同埋搞笑。有冇可能喺現實世界發生啊？我自己就覺得唔使理啦。
最緊要睇完開心笑過咪 OK 咯。新年都係為咗想係咁嘅啫嘛。我自己覺得麻雀女王追男仔呢一類嘅賀歲片，正正就係新年需要嘅片種。電影對於目標入場觀眾嚟講呢，算係符合相關嘅期望㗎啦。